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定期会伫咧15号登场。定期会第一天，议员蔡玉辉首先为后壁南华新奇园区争取建设。我要改善，要做一个会展，讲你啥？会先讲袂啦，因为这是5月呢，到明年3月开幕，出没偌久呢？农业部有答应啦，扩充基地102家是可能是较悬，要去到偌大的行政中心啊，综合研究中心。你关心嘛？看因的计划，你关心一下啦吼，好无？好加关心。另外，针对嘉义塑胶工厂火灾现场救灾困难，大火延烧超过20点钟。议员李中庆提出质询，针对消防队更受列管、消防设备更受合规等问题，甲消防局进行探讨。第一个，这个场所有列管，那它的检查是合格的。确定合格吗？你报告才进得出来。但是这个。但是好，重点是但是哦，来。因为他们是检修申报，我们是用抽查的。那检修申报是由消防设备室来做，所以我们会加强这个部分。那另外第3个，火灾量面积大的部分，市长去年给我们动用预备金再买机器人3台，那消防署我们争取了4台，所以等这个全部到位，我们台南市总共有5台，有8台，有8台。其实有很多的工厂，其实都没有进入到列管。那真的实质有进入到列管，讲到消防的这块吼，拢会跟咱消防局来拍关系啦吼。很多的化学原料还是易燃原料，都是我们不知道的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控管？这个部分，我希望说我们各局处真的是要去努力，卖大家拢火灾以后，咱开来检讨。议员李中庆也针对5月初伫安南区本燃料发生工人伫清白水沟渡水死亡的憾事，提出质询，要求水利局增加救生设备，避免憾事再度发生。对此，水利局长邱宗川表示，因一定会持续改善。记者张硕维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